我许巍老师，大家听好了，好讲好发哦，学客家话喽。今天要教身体部位的说法，先从头开始。头呐，头呐，头部头呐，脖子呢？杠劲，有人说客家人很有应景精神，那个应景呢，就是我们说的昂杠，昂就是很硬，杠就是现在讲的昂杠，就是应景这个字。好，杠劲说完了，说肩膀怎么说呢？肩头，肩头，手呢？竖，竖，背部呢？背囊，背囊，屁股呢？斯文。斯文，嘿嘿，屁屁斯文。再来，大腿呢？抬脚臂，抬脚臂。小腿呢？塞脚臂，塞脚臂。下面的脚呢？脚，脚。对了，许巍老师的脚很大，就很气啦。说，脚那么大，一点都不秀气。妈妈说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她每次都讲，腳胎踏地穩。腳胎踏地穩，就是脚很大啊，反而踏地踏得很稳，安慰我脚大没关系。腳胎踏地穩，有没有跟着念啊？腳胎脚很大， top 就是踏， t 就是地上， 穩 就是很稳。腳胎踏地穩 ，OK。接下来呢，许巍要介绍迎客喜相逢。我们叫人家认命的时候呢，客家有句俗话叫做“做牛为爱您来田”。做牛为，牛为就是牛。既然身为牛呢，你就要任劳任怨。做牛为爱您就是很认份的意思。来田就是耕田。做牛为爱您来田。英文怎么说呢？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讲过的一句话 ：If you can't stand the heat。Stand 就是忍受 ，If you can't stand the heat, then get out of the kitchen。那么就不要待在厨房里面哦。所以千万做人啊，不要做一行怨一行，无法忍受厨房的热气，那就不要在厨房里做饭，不要当厨师哦。也就是说，做那个工作呢，就要全力以赴，不要埋怨他。If you can't stand the heat。Then get out of the kitchen， 也就是我们客家话说的“做牛为爱您来田”，会了吗？很有意思哦，客家话跟英文可以通一通哎。好，做牛为爱您来田 ，If you can't stand the heat，then get out of the kitchen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喽。接下来呢，要跟着老师复习喽，嘴巴借我，拜托拜托。头呐。杠劲，肩头，竖，背囊，斯文，抬腳臂，塞腳臂，腳胎踏地穩。做牛為愛您來田 ，If you can't stand the heat，then get out the kitchen。學到這咯，拜拜。